来看有一只印尼的石油船，今年有2届停伫咧咱的台北港，不过煞去互查出有气体漏泄的情形，而且这气体是第二类有毒的化学物质，有致癌的风险。检方昨昏甲船长等人原起诉处分，而且因爱纳互国库1300万。防护衫穿甲正潮，做了几落顶的保护，增加去哩船顶检查。会遮尔顺利，是因为这台外籍船涉嫌放有毒的物质。经过看机关联手调查，伫这么专案侦查结束，印尼籍的船长甲大副涉嫌犯过失放毒物污染空气罪嫌，检方16依反起诉处分，条件是2个人总共要向国库支付1300万。原审酌该船已依要求完成缺失改善，以减少公污，即经航港主管机关完成复查。附经参酌刑法第57条所列事项及公共利益之维护，任以还起诉为适当。这台液化石油船载是氯乙烯，属于加压的气体。警方调查2个人的不当操作，无注意设计设备故障的情形，今年至少就发生过2遍。伫台北港落雨时阵，氯乙烯无完全入去槽内面，有一寡流到空气内面，造成环境被污染。年初普查的时候就发现说，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。那一路就追踪到大概8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去做污染的采样。那采样的过程中就发现说，这个外籍船只它自己本身可能会有这个VCM 的泄漏的情形。氯乙烯它确实在欧盟的分类，它是属于一个确定致癌物，所以它被我们做一个管制。在台湾其实就是在塑胶产业上还蛮常使用的。确实它到空气里面来，对于身体的危害会有这个疑虑。氯乙烯走去外口，不但是产生空气污染，这种化学物质也佫互官方列做第2类的毒性化学物质，也是致癌物质的第1级。若是民众长期吸到，对人体也可能出现危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